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有上新的规定，讲7月15开始，必须要摕疫苗注射卡才会当来入场。也毋过有袂少进前为着病毒恢复健康的摊商，伫半年内袂当来注疫苗，所以就无这个疫苗的注射卡，所以就无法度入场去买货做生意来趁钱。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咧？市场处讲，7月15开始，除了疫苗注射卡之外，嘛会当摕7天内 PCR 阴性的证明来申请到第一期的通行证，安尼就会当自由出入1礼拜。针对着北农的群聚感染，台北市长郭文铁伫议会承认了，讲这个北农甲市场处的管理确实是有疏失，即摆嘛只会当赶紧来补破网。为了防堵疫情，北农现在规定了，从7月7号到7月14号，必须要持 PCR 的阴性证明才可以进入；而从7月15号开始呢，则必须要持疫苗接种卡才可以进去哦。然而现在却衍生了许多问题。有摊商怨叹讲，因为进前确诊虽然已经好啊，不过医生建议讲半年内唔通注意放射，安尼伊就无法度入去北农挂货啊。北农那么多的确诊人，那些人是不是一样也要等到半年之后才可以打疫苗，才可以进场，可以去买货？这半年的时间，我要喝西北风哦，还是我要去吃土哦？这个摊商目前的 CT 的数字有32，身体嘛有抗体，医生讲这款情形下，确实未传播病毒。CT 值的一个趋势就是慢慢从30往后变成32、33，像这些其实都不需要再次的一个裁剪，可能30左右，但是已经出现 IgM 的抗体或甚至 IgG 的抗体的话，这代表是疾病后期，那我们就比较不担心这个部分。目前有真侪回复的人嘛面临这款问题，消息一直出来，台北市政府市场处嘛赶紧回应。没有施打疫苗的话，就是要有一个PCR 阴性的证明，申请短天期的入场证明。原则上就是7日内啊。只要有 PCR 阴性证明，议员会使出入，爱大家免烦恼。针对北农的群聚感染，台北市立国民天嘛头一摆伫议会承认讲，北农甲市场处的管理确实有疏失，即嘛只好赶紧处理，避免这个疫情佫愈来愈扩大。